咱来看国际新闻，最近有真侪对这白罗斯飞入来立陶宛的空飘气球，已经害首都机场关起来真侪届。立陶宛政府宣布讲，除了军方爱把这气球击落来，和白罗斯的陆地边界也无限期关起来。另外要求这北约组织爱有对应的措施。 维尔纽斯机场伫立陶宛的位置偏向内陆，离白俄罗斯边界无到30公里。根据外电引用立陶宛官方消息，最近几摆有大量的空飘气球为白俄进入立陶宛空袭，除了误入大量走私粉，也影响维尔纽斯机场的飞行安全。机场被迫暂时关起来，影响旅客人次少数千人，这是9万人。 过去也捌安尼暂时将边界关起来，也毋过状况无改善。立陶宛政府决定除了授权军方拍落气球，也无限期关掉陆地边界。 Jau dabar pasiruošę esame sprendimą neribotai uždaryti sieną su Baltarusija ir su tik tam tikrom išimtim. Tai reiškia, kad diplomatinis paštas galės judėti, taip pat mūsų ir ES piliečiai galės iš Baltarusijos patekti pas mus, bet visas kitas judėjimas bus uždarytas. 虽然立陶宛的雷达侦测证实，这气球确实是来自白俄罗斯，也毋过这气球也未多数拢是走私粉。对此，立陶宛甲欧盟都算无其他的事情，有关确定是白俄罗斯配合莫斯科当局对立陶宛等北约国家发动所谓的混合战。对立陶宛的做法，白俄认为空飘气球误入走私物品，属于刑事犯罪，无应该犯政治化。立陶宛单方面关掉边界是对邻国的压缩。 除了空飘气球，俄乌战争引起关注的重大议题，就是无人机。两个交战国拢指控对方调工用无人机针对无武装平民发动攻击。不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新的报告显然采信乌克兰方面的讲法。报告指出，在扎波罗热地区的涅伯河正化，俄军无人机有计划针对平民客家发动攻击，迫使当地居民面对刀离家园之苦。公视新闻，齐家人朋友。